喺明朝嘅時候，嘉慶有一位姓支嘅讀書人，喺己酉年嘅夏天去京城參加科舉考試。有一日白天見到一隻鬼附入佢嘅身體之內，佢當時暈倒喺地上，蘇醒之後講話忽然轉咗北方口音，向自己索命。陪佢去考試嘅家童趕緊將佢帶翻屋企。家人請咗幽蘭寺嘅住持西蓮法師嚟解救。西蓮法師就問隻鬼話啦：你係何方邪鬼纏擾支相公？我唔係邪鬼，因為我同佢有宿世嘅冤仇，而家因緣機會到啦，所以我要攞佢命。西蓮法師就問事情嘅原因，鬼就話啦：喺明朝初年，我係余中山將軍幕僚下嘅副將，姓洪名朱，主將姓姚。姓姚嘅見到我嘅妻子美麗，起咗壞心眼。當時剛好某處有賊兵叛亂，姓姚嘅就派咗700名老弱殘兵俾我，叫我帶隊去征討，結果全軍覆沒。後來姓姚嘅強搶我嘅妻子，但係我嘅妻子精良不屈，自縊身亡。呢個深仇大恨，我一定要報嘅。但係姓姚嘅後來死後，轉世成為和尚，戒律精嚴。第二世又轉生為樂善好施嘅富貴長者。第三世又成為持戒僧人，使我無法報仇。而家第四世命中注定今年能夠上科榜，成為進士。但係由於佢喺某年誣告陷害咗餘杭縣4位賣茶葉嘅商人，令佢哋身敗名裂而死，冥府就將佢嘅福祿刪除，所以而家我有機會向佢索命。西蓮法師於是就開示呢隻鬼話啦：你講得有憑有據，我相信你，但係佛教有無上微妙嘅誦經消懺方法，可以替你解除宿世嘅冤孽，轉生善處嘅。咁你何苦只圖報復，說一時嘅憤怒呢？鬼聽咗之後恭敬咁話啦：好，如果你立刻起壇超度，誦經消懺，我就馬上離開支相公嘅身體，去中堂拜佛。後來西蓮法師立刻起壇做佛事，做完之後，支相公果然蘇醒，平安無事喎。但係過咗幾日，支相公又暈倒喺地上，口操北方口音。於是家人又再請西蓮法師嚟解救。西蓮法師就責備鬼咁話啦：你已經獲得超薦啦，點解仲翻嚟呢？鬼就回答話啦：我以得成佛力獲得超生，絕對唔會唔守信用。不過另有人要嚟索命，就係嗰4位賣茶葉嘅商人。我怕法師你懷疑我冇信用，所以特別嚟話俾你知。鬼講完之後就走咗啦。過咗幾日，支相公生病，不到1晚就氣盡身亡啦。呢件事記錄喺《現果隨錄》之中。呢本書係靈隱霸翁梅山朝戒顯嘅筆記，作者係明朝戒顯大師，戒律精嚴，德學淵博，佢嘅見聞錄係非常嚴謹嘅。